地方的消息来看，南投落大水雨，玻璃发生土石流，受灾户即嘛是搁会变少哦。最近天气搁真无稳定，有民众嘛真烦恼讲会搁有水崩山，所以公所嘛请水保技师来会勘哦。嘛先伫冻土墙后壁先挖一个沟仔，会当先来消透雨水。21下晡，南投玻璃的大溪路发生土石流，影响到7户人家厝。这几天，南投县政府和玻璃顶公所拢有请人到清理居民厝内厝外的土石。里长讲，受灾户工程清理的进度差不多有60%。救灾复原的同时，也是要做这个未来台风还要再来的这个防护啦。那我们就能够做的事情，就是把道路疏通，然后把那个会堆积的地方就尽量把它清出来。未来落大雨这雨况是毋有法度讲宣泄莫讲对地方佫造成第二次的伤害。也毋过工程也未恢复，低压带含外围环流的雨水煞直直影响中南部。居民就惊讲，若搁落大雨，土石会搁崩落来。玻璃顶公所指出，其实受灾户后壁原底就有一个冻土墙，不过后壁无漏棚，有天土。顶届落大雨，土石流无空间好留，才引到真家厝。经过水保技师来会勘过，提供建议，保证冻土墙后壁已经先挖沟出来，安尼雨水来才有通消透。伫后壁冻土墙头顶的这个土石流沟吼。嘛，甲地主来协调吼，先完成一个水沟啦吼，紧急来会使疏通咱即届台风要来的即个水流的防治吼，后壁的水保的部分，县府嘛答应吼，来协助咱即个区域的迄个水保的迄个整体的评估。顶公所强调，目前为着防灾，有照水保技师的建议。当咧甲冻土墙后壁的沟，为互伊有5米宽1米深。另外，后续打算要加装排水、洒水设施，希望未来互居民有安全的居住空间。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